感谢，我是立法委员陈廷辉，而且感谢大家，多谢大家到参加、到支持。骑上选举车，立委陈廷辉对选民心内满满的感恩甲感谢。以132377票成功连任立委，毋但是民进党全国第一高票，更是台南市立委的第一高票。我过去得票率是69.77%，那这一次我突破了7成。所以我们不断的跟自己赛跑，也不断的跟自己比赛。陈廷辉也正式宣布启动为台南而行，为台湾祈福关怀感恩列车。这次选战所得到的选举补助款，总金额是397万2310块。除了1/3缴转去中央党部，剩的将全部捐出来。虽然民进党在国会的席次并不如预期，但是我们会更加谦卑、接地气来了解民意，而且廷飞也会全数捐出我的选举补助款，来作为关怀弱势的相关经费。回顾这届选举，陈廷辉将对选举活动规划已经完全转型，透过亲子活动、音乐节的举办，让选举才无政治。除了让选民知影有倒一款政绩，也会当了解亲子兼少年人的想法甲需求，成为未来施政的元素。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。